你晒鋪個啥嘅都有人行路去翻工，嚟啦嚟啦，冇錯冇錯。忙佛上之收販賣虧心，好愛心啊！都係炒飯入去啦，你喺度食乜嘢啊，哥哥？可唔可以買啲俾我啊？我帶你買好冇？我帶你買。你會咁好食？我心情好啊，換咗新手機。轉轉上邊嘅二手手機幾抵噶，我呢台蘋果14 Pro 只要4600，比新機平3000幾蚊。而且我研究過啦，轉轉官方驗嘅手機都經過多輪質檢，同新機一樣支持1年質保。上邊 M1 芯片嘅蘋果筆記簿都只要3500蚊。真心推薦買靠譜嘅二手就上轉轉。買咁耐嘅？呢個就係你講嘅漢堡包人嘅有點嗎？哇，生產巨喜，多謝。